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1月26日公视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行政院强调外国的肉品工厂一定要先查厂才会开放。国民党智库民调讲有7成人反对正肉精的猪肉进口。王美花部长说明，中油公司虽然甲伫咧非洲取得迄个乌石油的股声卖一半去，总是共款有60个经验官。 世界出名的骹球选手迪耶戈马拉多纳，昨伫咧家己国内阿根廷，因为心脏病来过世。观众朋友，咱先来看讲，早起行政院公布进口美国猪肉的5项条件，强调讲对海关一直到咱岛的厨房拢会一一把守。若是美国迄边的肉品工厂，目前已经有得到咱许可，会当进口者，海关嘛同款的逐批查验。若毋捌申请过的新厂商，一定要经过咱派人去厂内探看卫生甲安全的条件，才会当开放。明年1月1号起，进口的猪肉必须逐批的查验。 确保符合国际的标准。到今年年底之前，我们都会执行是对业者的辅导，但是在明年开始，我们就会对市场来执行稽查。那如果有不符合规定的，如果业者没有标示，就会裁罚3到300万；那标示不实的，就会裁罚4到400万。如果有检验不符合卫生标准的规定，就会罚6万到2亿元。 行政院也宣布会提供进口的肉商、肉品工厂，还有小盘的担头甲大卖场，一款圆的大钻代表台湾猪，佮另外一款三角的大钻代表进口猪，分别是真清楚。尤其新制度实施了后，猪肉分部位报关，拢总会增加到67种项目才济。另外，教育部也指出，已经有制定通用的客服书，要求咧甲学生款营养午餐的厂商，敢会当采用国产的猪肉制品。 咱过来讲，国民党的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公布民调，其中有7成人无赞同，咧饲的是有落着正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口。比较顶月日的调查，还佫较加5%出来。时代力量的立委也指出，过去海关查到有加正肉精的猪肉，卫生福利部嘛是无甲厂商罚金，作风未免有较消极。 离汉来自美国猪肉万年要入来，只敢剩1个月期，在党家代志立案案。国民党智库国政基金会日公布11个民调，对开放汉来自猪肉进口，无赞成的民众有7成，赞成的2成低。也来问讲，开放美国猪肉，敢会当互美国国家支持台湾？有7成2的民众无认同。上个月不赞成来猪进口的民众比例是65.9% 哦，那很明显的增加了4.9%。30到49岁的女性民众是特别的不支持来猪的进口，他们可能因为孩子，可能因为家人。南卫讲，民调显示，民意反对程度增加，搁再希望蔡政府唔通替民众的健康换经济利益。时代力量的立委是表讲，2015年到2017年之间，捌查到4件违规输入含来自肉品，不过拢无依照食安法裁罚进口商，批评卫福部的态度太过消极。这个6万到2亿，事实上卫福部它都是用查验办法24条来处理。那这个结果就是说，它要么就是退运，要么就是销毁。那完全过去查获的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完全都没有去进行这个裁罚的动作。 时代力量的立委讲，进前违规的厂商拢无公布名单，而且伫目前边境肉品抽查率只敢若4%，无法度保证无违规的肉品流入去市场。对此，卫福部长陈时中讲，违规的肉品拢有被冻来，若是有流入去市面，拢会公布厂商的名单。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头拄公布讲，今日新增加2个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民众，一个是对美国留学20几岁的男性，另外一个是来台湾做工课1年50几岁的女性。尤其伊因为防疫期满了后去找朋友，有7个直接的对象就要在家来隔离。目前国内计共有622宗病例。早起卫生福利部陈时中部长也说明讲，12月要求国民要入海关，就要先交出验无武汉肺炎病毒的报告。这条案会哪行哪检讨，才哪调整。
台湾新冠肺炎疫苗采购小电线传出好消息，卫福部长陈时中前日来宣布，明年确定有买1500万剂的疫苗。啊，不过国内有专家烦恼讲，若是无甲民众的风险沟通做好，明年做疫苗的时阵，可能会出现2009年 H1N1 流感疫苗的状况，注射率可能会无甲3成。我想各种可能性都有了哈。我们先把这个量先准备全来哈，宁可多买也不要不够哈。另外，后个月秋冬专案开始了后，所有本国籍甲外国籍的旅客，拢必须要摕3天以内阴性证明，才会当来台湾，引起部分住伫咧海外的台湾人不满。毛立委质疑讲，敢是违反人权，而且就算指挥中心公布因为丧失玫瑰动静，还是都无法度采检国家内等等的条件之下，会当唔免附报告。但是伫咧疫情期间，航班无确定，检验报告嘛无一定摕得到，要求专案放零或者是变通。例如说，让民众签这个切结书。那飞机上是不是先隔离，然后回国后要自愿集中隔离，甚至自费的这个筛检，这个是不是可以提供民众一个解决这种问题的一个方法之一啦？这办法我们当然需要滚动式的检讨。若是2个指挥中心的记者会，有媒体问陈时中，敢是限制治病海外台湾人返来台湾，那就互陈时中去摸卖。陈时中强调讲，家己无生气，政府尽量甲各种细节做好，啊，毋过要做到完美是真困难，任何意见伊拢会斟酌，嘛会做滚动式的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政治，咱知影讲中油公司伫咧非洲的 Chad 这国已经挖到95万桶的石油，是讲早起后为了接顺经济部王美花部长，讲这条投资案中油本地股声有7成，哪会卖一半去互中国资金所经营的公司呢？王部长也说明，迄是毋知敢污有石油要降低风险性，总是中油共款有落着负责经营的管理。中油经过10几年的努力，总算伫咧非洲的查德矿区挖到原油，打算12月初运95万桶的原油回来。不过查德矿区是3大股东伫咧经营，中油占35%，果然是中资的化身，查德政府占30%。其实当初中油是上大股东，占过70%。不过2009年，中油开始以降低风险为理由，找买家转让股权，结果2015年3月，中国的海南华盛国际投控公司开始甲中油谈，最后伫2016年9月签署股权转让，用1亿1400万美金卖出35%的股权。能不能挖得到矿，它的风险很高。那开挖石油这个期程很长，那油源能不能确保有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是不确定，所以他就说在国际上这种开发会分散风险是常见的。中油甲一半股权转卖给华信。互外界质疑，当初为什么选择政治敏感性较悬的国家中国，而且一卖就是卖一半，恐惊对以后中油伫咧查德矿区的经营权有影响。当时我方似乎只有说28%到33%，33%是上限。为什么会变成35%卖给人家？来接触的大概有10家左右啦，没有一家能够接受中油公司提出来的条件。那最后海南华信完全接受中油公司提的条件，但是一个前提就是说，他必须70%里面一个人各35%。但是他有特别说明，中油公司还是经营人。伫过去查德办2遍甲咱断交，转甲中国建交。中油去查德探油是经历过3任总统。主要是要稳固邦交。自2006年到2016年8月为止，中油伫10年总共开费用是60.3亿台票，其中包括替查德政府贷付款项。中油讲，依照合约，查德政府会伫咧正式产油了后，本金加利息做人还。因那华信的创办人叶简明，2018年和中国政府调查，即嘛已经破产。以后中国是毋是对查德政府施加压力争取经营权，也毋知。记者综合报道。即阵立法院也咧审查外交部明年度的预算，结果迄内底有偏200多万，要合较悬坎的摄影灯光的器材，佮计划要和网络的红人合作宣传政策。各党的立委也拢开声质问讲，这款开销敢真实有必要？买手是决议会先抬50万起来，佮另外暂时冻结100万。
去年总统蔡英文伫咧竞选期间，积极甲网青直播组做伙翕影片来制作话题。立法院即礼拜审核外交部112年年度预算，发现外交部编列211万的预算，要来买网络直播摄影电工设备，而且佮规划甲网青合作宣传，引起朝野立委质疑讲加编预算。那也立委批评讲，外交部应该先甲务实外交做好，才是正确的方向。已经走向了用虚无缥缈的文青语言来治国，外交部应该务实而不是务虚啊！请放心，我们在审预算的时候会把关，好，一定不会让网红好像成为一个主基调，那只看到网红却没有看到台湾。外交部官员私底下表示，这条预算是为着外国媒体甲国际政要连线需要高规格直播并款设备，落尾决议裁减50万，冻结100万。另外，25美国在地协会甲经济部办理台美防疫新经济所谓论坛 ，AIT 处长李英杰强调讲，台湾伫咧高科技供应链的中心地位真特别，也是全球供应链重新整理的重要动破。Taiwan has demonstrated time and again that it is a reliable partner and a critical player in moving toward a more sustainable global economy. Moreover, 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together to establish more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in the event of future crises. 另外，欧洲议会是针对欧盟贸易政策来进行检讨。欧洲议员帮安南呼吁欧盟执委会赶紧甲台湾开始投资谈判。这项草案预计伫2日进行表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因为进前咱有载真侪喙罨去救助外国，结果却因为飞行机的外壳写英语大字的中华航空，造成人误会是中国政府援助的。但网络有流传一张华航新飞行机的相片，中华的字体那像改甲足细。交通部林佳龙部长是表示，唔那安尼尔，等待外壳的花草插了较10层，台湾的特色一定会看愈真。过去正明显的 China Airlines 所讲飞机的尾流。机身大部分拢是空白。交通部证实，这张伫咧网络上的相片，确实是华航新买的飞机。目前伫咧美国西雅图起飞，也被驾驶位答案拢画起哩。7架777F 好，现在正在交机试飞中。那有关于涂装的部分那还保留这个空间来配合。有台湾意向能够在新的飞机上。比对华航进前的飞机 ，China Airlines 的字是画伫咧飞机的头前，字体正大，阁正明显，而且抑个红色的刻印仔的字。因那新飞机伫咧机身大部分拢是空白。华航发声明讲，这是公司777F 新机，目前抑阁伫咧试飞阶段，也未正式出厂。777F 飞机是全新的机队，所以机身的图样也是全新的设计。不会耗费了那么多的成本、时间、物力来改这个名号，加上凸显台湾的一个特殊的这个产出，那也是一个好事。航空界分析，新冠肺炎期间，华航飞机送喙罨去世界各地，所互人叫是中国送的，引发正面的讨论。这边的新的图样保留公司的名，以避免航权的问题。如果会当凸显出台湾的意向，是袂歹的方案。因若未来华航客机敢会用同款的方式来设计，华航无证实。只敢若讲，若是有新的设计，会对外做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11月初6暗时，嘉义病院麻醉科的詹庆辉主任一个伫韩国咧读博士的查某囝，踮南韩的首都，去互食酒塞车冲红灯的人，拢甲不幸过身。詹医师忍痛即时发动网络的联署，要求南韩的政府加重食酒塞车的刑事责任。犯案的对方经过律师转达一封批信，竟然拢无提起食酒的代志，恐惊是要闪避责任。嘉义病院麻醉科主任詹庆辉伫南韩读博士的查囝，初六暗时伫南韩修女去啉酒塞车弄红灯的驾驶弄着，送病院了无救倒转来。消息传到来台湾，互翁仔某2个人拢真悲伤。想袂到起诉者事尾写批互因翁仔某，批内底拢无讲到伊有啉酒塞车，哪像是想要闪责任。他是透过他的律师写信给我们的律师，可是我们没有看这封信，因为我们当时非常伤心。可是我们有问律师，他信中有没有提到酒驾？律师说没有。
张庆辉翁仔某伫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发起联署，希望提悬酒驾刑责。其实南韩目前的处罚比台湾更较重，除了初犯有刑期甲罚金以外，累犯起诉会当罚2年至5年有期徒刑，也是1000万至2000万的罚金。若是无事上爱吊照3档，若是有事上是吊照5档。另外，南韩伫2019年6月份有加重过一届酒驾处罚。酒驾若是造成别人受伤，会当罚1年至15年有期徒刑，或者是1000万至3000万的罚金。若是讲造成人员死亡，就是3年以上，甚至是无期徒刑的处罚。酒驾等同是非常严重的杀人，因为我们的家庭破碎了，我们再也没有以灵回来了。但是我们希望他的死真的不是没有意义的。张庆辉翁仔某替查囝发起的联署到26中昼已经超过14万份，若是伫咧12月23进前有20万份，官方就会回应。翁仔某2个人嘛用目屎呼吁各国政府注重啉酒赛车的问题，唔通互更较侪家庭拄到同款的悲剧。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原来讲美国的武汉肺炎犹原探无休。照 CNN 电视台报道，近来这一礼拜每一天拢新增加超过17万的患者，比到7月底病情未了上严重的时阵，阁加2倍出来。干那11月24这一日，就超过2000人不幸过往。啊，阁有一间退伍军人的安养中心，也发生200几人烧毁病毒的事件。伊利诺州拉萨的这间退伍军人安养中心发生新冠病毒群组感染。芝加哥论坛报道讲，伫10月底有一位工作人員甲一位居民測出陽性，造成這邊的群組感染。And very quickly, within the past 20 days, we've had almost 200 cases. We certainly don't want them to be alone, but we also don't want to risk more community spread, considering that this outbreak is so massive. 即嘛有超過200人確診，27人死亡。伊利諾州已經加強對安養中心員工的體檢，也派一支感染控制小組去支援。美國疫情繼續嚴重 ，CNN 報道，最近一禮拜每天平均新增加超過17萬例確診，創歷史新高，比7月底疫情高峰時陣高出2倍，而且21一天死亡人數就超過2000。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希望國人團結做好防疫措施。I know how hard it is to forego family traditions, but it's so very important. Our country is in the middle of a dramatic spike in cases. We're now averaging 160,000 new cases a day. And no one will be surprised if we hit 200,000 cases in a single day.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統計，全美國已經有超過1272萬人確診，26萬人死亡。密西根州一間醫療系統主管講，最近重症患者有變多。Out of those patients who are admitted, 115 are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s. This means 1 out of 4 patients who are admitted with COVID to our hospitals are needing intensive care. 防疫專家佛奇也希望美國民眾感恩節盡量莫傷一人只花一個厝內，若無未來3禮拜已經恐驚1個月清完。記者綜合報道。咱閣來講，全世界染到武漢肺炎的人數已經超過6000萬，其中也有將近142萬人不幸過往。患者上界多猶原是歐洲甲美國。歐洲的德國這邊因為死亡的人數再三增加，總理已經宣布國內一寡地頭會繼續保持封鎖。歐洲聯盟倒是真積極，大批咧採買預防車，分配予聯盟下底的國家咯。這是馬克倫的一棟成都大樓，真濟公司當積極咧做準備。那後面疫苗開始分發，比利時會正做規個歐洲大陸甲非洲配送疫苗的中心。那因為比利時甲後面4個國家真靠近，布魯塞爾機場是去非洲真重要交通地點，嘛有真濟大型做藥的公司。The easiest one is the one with the dry ice, because the dry ice is put into the box from the production side. And they use special packaging, so it needs to be stored here, and we have to just guarantee that the dry ice doesn't get too warm. 全球新冠病毒確診突破6000萬例，超過1415000人不幸來死亡。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日的報告，雖然英國、法國等等歐洲各國採取嚴格防疫措施已經發揮作用，不過過去這一禮拜，歐洲確診甲死亡的人數也是上濟，新增加確診佔全球總數的44%，也那死亡的人數佔全球的49%。The first European citizens
might already be vaccinated before the end of December. And there's finally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Member states must get ready now. We're talking about millions of syringes. We're talking about cold chain. We're talking about organizing vaccination centers. We're talking about trained personnel that is there. 德国死亡的人数持续创下新高，为顶礼拜出现高一日上悬的305例，到这礼拜410例。总理梅克尔宣布，已经甲16个邦的首长达成协议，部分封锁的措施会延长3礼拜到12月20，甚至可能会延长到明年1月份。不过圣诞假期的限制会放零，12月23到1月7日。批准上侪10个人的聚会，你若14岁以下是无列入去计算的范围。不过，所有人口较密集的地区，也有市中心，拢有强制爱挂喙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美国总统的当选人Joe Biden发表感恩节的演讲，提醒国民今年唔通倒转去故乡团圆，推动传染症较要紧。另外，因为拜登过去是做奥巴马总统的副手，这当阵也有人猜测，伊敢会逐项拢听奥巴马的指挥，那像唔是家己咧坐位咧。拜登也讲，因为世界的情势已经大大转变，那这是绝对无可能。拜登25日感恩节演讲，以家己失去家人的经验，呼吁民众全力对抗新冠疫情，放弃危险性正悬的返乡家族群聚传统。今年也会打破家族几多年来感恩节大团圆的惯例。留伫咧德拉华州、甲牵手，抑个查某囝翁某4个人做阵过节，同时也希望美国人自选举分裂中再一遍团结。We're at war with the virus, not with one another, not with each other. 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 Our democracy was tested this year. And what we learned is this. The people of this nation are up to the task. In America, we have full and fair and free elections. And then we honor the results. 伫投票结束3礼拜了，美国总务署总算通知拜登，予伊资源开始政权交接。拜登25日接受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访问的时阵讲，伊的团队已经接触北京的官员，也甲几多个政府单位联络着，设法讨论疫苗的分配，甲每工干部等事务，并且得到对方的配合。伊强调，家己的政府袂变做第3奥巴马任期。We face a totally different world than we faced in the Obama-Biden administration. President Trump has changed the landscape. It's become America first, which meant America alone. Lately, we've gotten outreach from the national security shop, from up to just across the board. So I think we're going to not be so far behind the curve as we thought we might be in the past. I must say, the outreach has been sincere. It's not been begrudging so far, and I don't expect it to be. 拜登讲，伊上任了100天内，希望推动国会通过移民改革，甲新冠疫情纾困法案。未来也会甲司法部当作个人的工具去调查追杀川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算伫咧25日第一遍恭喜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并且讲希望两个国家以后伫咧无冲突、无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下做阵合作，化解分歧。伊朗的总统罗哈尼是讲，川普主义时代已经结束，证明伊朗民族拍赢这边的经济战。希望美国新政府明确谴责川普的伊朗政策，修补双边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诈骗集团又有新的部署。桃园的警方抓到3个嫌疑犯，这回是敲电话入去银行的服务中心，证明讲是已经有办信用卡的客户，骗服务人员改行动电话甲电子信箱，过来才直接甲信用卡开放用手机就会当入钱。初步调查有14个受害者，入过手的已经将近200万。并使用本行电话语音服务系统。打电话去银行的人客服务中心，诈骗集团偷用别人的资料，骗银行人客服务中心的人员，修改手机的电话号码，也有电子批档的住址，再个绑定行动支付，偷入别人的信用卡。桃园检警顶日伫桃园甲新竹抓到3个涉案的嫌犯，而且查到大批的证物。篡改后的门号来申请电子支付，诸如Apple Pay、Google Pay 这些等等，并以篡改之后的门号及电子信箱作为接收银行端认证简讯及讯息的工具。
地检署表示，以姓肖甲姓江的男性，还有一个姓林的女性带头的犯罪集团，为今年8月份开始，小连续借用别人的名，透过银行修改资料，投入别人的信用卡。初步调查有14个被害人，损失的金额要到200万。各自被盗用的话，那银行又没有好好的把关的话，说实在的，我们一般老百姓会很不放心。要更改的话，并不是说基本的个资就足以更改。问你更私密的这个资料，比如上个月的那个缴款去哪里缴款啊，我们可能要再来厘清说银行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疏失啊。银行局表示，若是民众无疏失，去用投入信用卡的钱，会由银行来吸收负责。专案检察官侦讯了后，向桃园地方法院承压姓肖甲姓江2个人有核准，嘛联络相关发信用卡的银行，爱紧急改善透过敲电话去互人客服务中心要变更资料的流程。记者综合报道。我来关心教育，今年度高中生英语听力第2摆的考试，12月12就要举办。这回因为武汉肺炎的缘故，特别有伫中国式考试场，头一批承办的人员昨早起也已经起行往上海去了。佮另外有报考要参加明年正月学科能力测验的外国考生，也会当直接申请测验的过长工，才顺续考英语听力。一百10学年高中英听第2遍考试，总共45736人报考。受疫情影响，大考中心这边有另外设中国考场。第一批7位人员伫咧25已经到上海，这边有将近8成的大学学生是选留伫咧中国考。大陆考场的考生总共有345位，那3所台商学校报名的考生数是439人，所以留在大陆市场应试的考生是有78.59%。伫台湾考场这部分，依然爱遵守全程挂水烟、入场防体温的防疫规范。无同的是，伫12考试这天，窗仔门拍开，无开冷气，验过门爱关起来。另外，考虑到英听第2遍考试甲学测的时间真晚，若是来回2抓国家检疫，就要开56天，所以会当伫咧学测的过长工参加英听的测验。同时报名英听2跟学测的境外考生，可以在12月7号礼拜1到12月9号礼拜3提出申请。那申请经过审核通过以后，就可以在1月24号上进行英听2试的考试。大考中心讲，目前符合资格的考生有9位，包括8位越南加1位中国籍的考生。记者综合报道。佮来讲，早起经济民主联合这个团体开记者会，指出台湾出名经营网络的旅行社易游网这间公司，事实是中国的资金在控制。立委陈柏惟也指出，中国本地就会当要求民营的单位提供个人的资料，恐惊易游网客户的名单后流出去的风险。结果，易游网的董事长本身也去到记者会现场，洗清这种讲法。记者会顶悬的海报是写出中资旅行社3礼拜前经济民主联合国公开质疑易游网是违法的中资投资，这个个指控易游网的实质控制人是中国西城网 Trip.com。基进党立委陈柏惟认为讲，因为中国的法律明定政府会当以国家安全做理由，授权执法部门要求商业机构提供民众的个人资料，所以这嘛有可能互易游网客户的个人资料转来去互中国掌控。咱会怀疑讲如果就算伊毋是中资，但是咱的信息、咱个人的资料，有可能会去用提出来使用。他收集大量的国人个资的情况底下，如果他要进行国际传输的话，而且他传输的目的地就是中国的话，那应该是要予以禁止。中研院法律研究员柯文聪表示，交通部应该就国际旅游业资讯传输到中国的部分制定相关规范。但表示嘛要求观光局发布行政命令，限制下境团送民众个资，避免加做个案问题。不过，在记者会在问问题阶段，易游网董事长陈富元无意见的举手，直接就台面对质疑。
我们要保护好我们所有的资料，而不会说因为国际或大陆要求我们什么资料提供的时候我们就提供，这绝对不是容许可以存在的地方。但副官表示，目前当地配合投审会调查，EU网5个董事有3个是台湾人，另外2个牵涉到文书无公开，不过绝对不是中国籍。因为即马旅游业的现况是受到真大的打击，若是要开记者会来控诉EU网是中资旅行社，不如会当召开公听会，邀请专家学者共同探讨要安怎完善治安，甲个人资料保护做好，才会当真正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警方面对5路人报案的内容是形形色色。台南市第4分局近来就接到一件通报，讲有人甲凉水车倒伫咧公园的厝流浪梯顶头，结果嘛是都要去现场了解，是讲这款奇卡报案的项目枪在都有，总是交通甲治安案件，这是警方110专线主要业务的内容，咱也都要小知一下。好，我们请我们同仁过去了解看看，然后你如果勤务中心的人员一接到民众报案的电话，马上就派员前往现场来处理。不过内容算是公园太高，警方嘛只会使前往现场来了解，而这只是民众报案的其中一项。警方接到的报案电话内面，对便所内面无卫生纸，到无聊打电话来开讲，报案的内容是真这样。在公园的厕所里面没有卫生纸啊，或者说半夜心情不好会打电话来聊天的，或者说家里的水管漏水的。其实这个案件，警方一开始搁当作是有人破坏公务，不过到场才知影，原来是有民众伫公园内面来聚集，一群人伫活动当中，因为无小心拍到饮料，其中一位民众生气才报案。对此，附近的民众知影了，嘛感觉这个报案是真无必要。我讲嫌迄啊咧报案，人咧讲起你旁啊边啊，人咧报你无出来，麻烦人徛，到底是有大件代志，还是无大件代志？警察你嘛唔知啊，来甲知影。对啊，所以先讲警察那就辛苦安尼啦哦。系啊。如果不是直接关系到治安交通这个工作，应尽量不要打110以免造成我们基层警力过度的负担。至于人民保镖的现象，各种奇怪的报案，警方嘛只会使承受，但是这个代志嘛一直互警力的消磨，因此嘛呼吁民众，治安的案件、交通的案件，这是警方110的主要责任所在。希望民众会当掌握消息了后，再搁报案。记者吴正混淡报道。咱我来看台中市这一片彩虹的贯穿，过去捌了国际上出名的孤独星球这本游览的指南，选择全世界其中一位上届值得探访的风景地区。总是因为贯穿的建筑年久月深，地基又搁无在，近来已经有几偌搭起了料较过头。市府的文化局也表示会赶紧邀请专家过来检查一摆，设法来改善。有的人来这翕相，有的学生来这户外教学。即马传出彩虹贯村的厝，可能有倒去的疑虑。遐若专家为台北来的游客是无咧烦恼。当然，如果真有危险，当然要保障啊。但是问题是，好像还好吧，对不对？要不然就拆掉重建。不过经营团队就无遮尔乐观。伫咧彩绘图下骹，这壁是已经出现一条一条的壁唇，有的已经先用钢铁甲结构钉掉咧。不过，这旧厝面临着可能会放弃的问题，若一天无解决，风险就一直存在。就是有部分的地基它是掏空的现象，一些钢架的部分来做支撑的话，我们可能会顾虑到它本身因为是土墙的关系，那有可能会是治标不治本的这种状况。彩虹贯村内底的厝出现壁壁气，还有地基流失等等的问题，去年才管阿摩土加强，另外还有厝内底的条仔出气。调用科大捌做过条仔甲壁角度的测量，让18个所在有7个所在，输出的角度是1/200以上。台中市文化局表示，会阁安排一届请专家来会勘，找出解决的方案。那当然加固它也要考虑到它整个的原貌，包括它彩绘的这个部分哦。那目前经费因为我们要这礼拜会先找专家来评估，以后经费的部分才能够出来，所以文化局会尽最大的力量来维持我们整个彩虹村的一个安全。彩虹贯村捌受到国际上真有名的旅游指南的推荐，现在有国际游客来这佚佗。就算伫咧防疫期间，休困时逐工还是有2000多人来这行搭。虽然彩虹贯村无文资的身份，不过台中市文化局答应讲，还是会以符合法规的文资条件来编预算，全力来抢救。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全台湾的柑仔的失明，
统计有超过25000公顷，每一年生产的价值达到143亿。啊，毋过柑仔上惊就是脚趾片有白断点的一款牛肝槐。但农委会台东区的农业改良场近来研究出用高压管空气入去树棵内底的步数，解决这款病虫害。尤其这个拢毋免用到化学的药剂，对环境是加真好。农改场人员甲受到牛角槐虫害的柑仔树搬到农委会记者室，首先先伫树身顶头钻空，接下来以喷气枪甲高压的空气灌入去树仔内底，一时间会有物件喷出来，这就是牛角槐幼虫。亲身展示因开5年研发出来的牛角槐防治的新技术，若无法度清除树身内底的虫，就会造成严重的农害损失。林木或果树的疏导组织还有内部的一些结构全部都咬坏，然后阻断，那造成严重的时候会造成植株的死亡互牛角槐入侵的树仔，内部敢若是一搭麦浆。幼虫虽然软软，但喙齿真长，会当伫树身内底钻出各种孔。这种高压空气灌注的防治方式所需要的器具，全部拢伫市面上会当买到。台东农改场嘛，希望把技术免费分享出去，帮助农民对抗虫害。这一套设备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哈，整个装备大概在15000块左右就可以完成。牛角槐是台湾果子树甲森林的重要害虫之一，危害种类真侪。以柑仔类的来讲，全台湾种植的面积达到25600多公顷，产值达到143亿。若无法度对症下药，顶算柑仔类逐年就会带来损失达到几亿以上。记者你们王兴忠台北报道。再来讲，进前高雄市的茶山有台湾棉猴去互人剁断手骨，甚至有的也去互人泼汽油，可见对这个猴态度真恶意的民众也袂少。啊，台湾棉猴共存推广协会这个团体嘛指出，私人掠棉猴来饲，若无所在通放互白、放互空，也会造成棉猴较瘦性，无定阁会引起传染病。那这站尽量唔通。这只伫树仔顶的猴山一直白头。伊的正手长去，身躯顶互人破菜，打起了规片红光光，看起来真可怜。这款行为对狗造成真大的伤害。对他来说其实很不舒适，然后他很焦虑，他会一直去扒他的毛的部分。主要因为他社群可能有受到其他的影响跟干扰，他整个就是消失了。饲养猕猴这件事情能见度其实变得蛮高的，像网络募集是我们目前收集到最多资料的。台湾猕猴共存推广协会讲，因为狗侵扰民众，常常发生人狗的冲突，除了伫茶山发生断手骨破碎的代志。又个发生民众摕油漆枪支甲因攻击，或者是用刀甲狗偷袭。自去年以来，台湾猕猴自保育类动物名单除名，全台湾有62件饲狗的案例，高雄13件上多。柴山猕猴被泼漆的事件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已经会同那个受管处以及警方去做调查，希望能够早日确认这些民众还有实证，我们将依高雄市野生动物保护自治条例予以开罚5000到1万元。台湾猕猴共存推广协会讲，狗若互人饲，生理甲空间的需求无法度满足的时阵，会变紧张、性地歹，也容易发生人甲狗共同的传染病。高雄市农业局讲，违法掠、卖或者是虐待台湾猕猴，照动保法的规定，会当处6万以上30万以下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国防部有大成预告要修改男性做兵验体位分别的标准。若免做兵的条件是缩甲加真严，像讲身高就要155公分以下才会当通过。总是这条案目前先公告60天，收集社会各界的见解。啊，各党的立委多数是拢讲赞成，因为安尼生入伍的人员就通加增加挂。国防部预告修正越南体位区分的标准，会进一步缩按免做兵的标准，扩大边缘。根据草案新的规定，近时免做兵的规范，原底一类目睭调好的视力0.1以下，散动了后验光的度数超过11曲公度。修正了后，还佫加上调好的视力上好的情形无到0.6个人，还佫有 BMI 原本是31.5以上，修正做35以上。若免做兵的身高，嘛为157公分，修正做155公分。我在国防委员会里面也提出来，希望国防部能够针对整体的兵员跟整体的相关的
民众的这些健康来做一些评估。那我们也乐见看到国防部也很快速的回应。所以这个时候适度的放宽，好让公平性跟兵源可以更加的扩大，我觉得是蛮适切的。调野立委对越南体位标准做调整，大部分是正面的态度，认为讲放令会当做基本战斗训练的义务役的标准，会当让更较侪人有基本战斗训练的能力，应该是有透动。相关的议题未来嘛，伫草案推出了后，伫国会讨论。主要还是因为作战形态已经改变哦，而且还有基于兵役公平性的原则。那符合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社会氛围以及态势哦，必须做一个适当的一个调整。国防部初步调集内政部、药政署、甲训练单位，还有各专科的医学会研讨了后，暂时调整越南体位区分的标准，不过也未定案。若修正草案会公告60天，期间会收集各方的意见，后手会阁调集相关的单位研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早起台湾女子骹球员的工会正式成立，这是台湾运动界有史以来，阁有劳工运动的过程中，头一个由女性业余的运动员所组织起来的工会团体。打上任的王尚辉理事长嘛讲，会尽量推动基本劳动权益的落实，阁有运动界的男女平权。立委刘世峰赖香莲甲区县地见证，台北市劳动局长陈信如颁发工会成立证书，予台湾女骹球员工会。台湾运动史上头一个由女性甲业余运动员所组成的运动员工会团体正式成立。头一任理事长是捌伫日本甲中国踢球，目前是花莲女子骹球队的队员王尚辉。劳资还有选手的一些医疗、安全等方面的权益。成立工会敢若是第一步，对薪水合约到去互定调国家队的权利甲义务。王尚辉讲是未来拍拼的目标，而且重点是会用女性基层球员的角度来提出建议，要落实运动平权。希望我们女子球员有一个运动员的认知，我希望能够提升他们的运动员的自制能力。我们非常期待所有优秀运动员，不要只是被照顾，而是为自己挺身而出。台湾目前工会成立率是7%，会当有女性运动员所组成的工会是真有意义，因为工会会当家己决定会员资格，为着要互更较侪人来加入，规划要伫无兰骹球联赛的外籍球员放零年岁限制，或15岁以上的球员拢会当加入。记者综合报道。来讲，1964年，台大政治系彭明敏教授，甲伊2个学生谢聪敏、魏定条，做伙发表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内容已经主张台湾主权独立。尾手台湾正式开放总统民选。1996年，民进党也来提名彭明敏和谢中廷2人一对手参选。因暗台湾新眼界这个节目，特别招观众朋友详细来听彭教授讲伊一生奋斗变化的过程。各位候选人、各位观众，我是第3号候选人彭明敏。1964年，伫印刷厂等待出厂的《台湾人民自救宣言》，改变台独教具彭明敏的一生。1961年，彭明敏成做台大政治系主任，甚至还佫互派去联合国做中华民国代表团的顾问，真受重视。伊迄阵发生的前一年，伊是10大杰出青年呢，佫互蒋介石点名派做驻联合国的代表团的顾问呢，所以。即款迄当时的彭明敏，若是要听国民党的话吼，伊真个有力。虽然有受看重，毋过1960年代，彭明敏豆豆仔体认到台湾伫国际上愈来愈边缘，加上国内政治嘛无安定，伊甲2个学生谢聪敏甲魏定条，伫1964年完成台湾人民自救宣言，想要救醒台湾人。袂当讲理想啦。向民主，现在台湾的民主啊真幼稚，还未成熟，所以就要慢慢外国的民主是200年努力出来。彭明敏一直在思考台湾的未来，逐天拢在吸收新的知识，了解国内外的大代志。就亲像伊的宣言目标，伊要讲的自头到尾拢一致。记者综合报道。
咱搁来讲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周显龙先生，17岁咧读新德高中的时，就去互政府用参加叛乱组织的罪名判刑7档。如今周先生已经是87岁的老大人，伊也讲家己经过乌家牢，人生观正就是拍断手骨颠倒用，一定爱接应命运的苦楚。掀开相簿，一张一张的旧相片，记录周显龙对做囡仔时教读高中的记忆。我小时候的念念对，然后这个就是村中一直是我们老师教的。1950年，周显龙读省立新德高中2年啊，因为参与社会主义青年大动员，在咧上课的时被掠走，互政府以参加叛乱组织的罪名判7年。迄年伊才17岁。依照迄个法令哦规定哦。未满18岁，会使减刑3年。我一寡同安尼拢10年啊。不过我在里面不听话，落尾我叫伊延期哦，迄村里拢无延期，敢若我延期啊。白白是青春少年时，周显龙选伫咧加压服刑。不过伊讲即马甲上手咧，伫咧笼仔内偷看警册、看字典、学音乐，颠倒成做伊专精日语、英语和文学的底子。所以我即马日文会遐尼好哦，英语还多少可以，但在内面看字典，还有偷偷的看一些里面也有一些禁书，我们在按他来我唔知啦。学写作啊，早知影讲杨奎这人遐尼出名哦，我还搁较请教。文章叫伊甲我改。周显龙伫咧26岁出狱了后，先伫咧新疆纺织公司做事，刷落去消息公司做日语翻译，落尾伫咧台湾民办公司对业务部主管，一路做到副董事长。72岁退休到今，伊也含阮分享伊一生奉行的理念。人生困难免的，主要能够战胜它。比如说关了8年半，没有被他打倒之后，你可以享受的心灵精神上的这个享受和以前受过的苦成正比例。无的确就是安尼的理念，让周显龙通行过青春的艰难，拍断手骨颠倒勇，一路行到今，今年87岁。伊也希望未来，唔那简单是国家对因表达关心慰问，若有机会，伊也希望加害者或者是因的后代会当出来反省。记者阿敏金田玉水台北报道。咱搁来讲屏东县东港的海坪社区，为着要帮助庄头的长辈时代保持身体勇健，咱就招老辈的正人组织一团千岁大鼓阵4界去表演，结合民俗甲运动，也望讲愈跳愈勇健。看这阵70-80岁阿嬷在跳鼓阵，有的弄鼓，有的举旗啊，哪行哪摇，大家拢表演甲真欢喜。个表演介好啦，介熟悉安尼啦，介欢喜啊，人都足好个啊，不管啥人嘛，介欢喜啊。这是屏东东港的海滨社区所举办的体适能运动班新歌展，为着要让这个时段训练体力，保持筋骨活动，避免身体快速退化。所以社区的关怀中心就结合南部的传统民俗表演跳鼓阵，叫大家来这忙运动。今天是我们的体适能运动班的成果展。长辈最怕跌倒，那跌倒有可能是因为是肌肉的训练可能不够，那检测长辈的肌力，然后检测长辈的柔软度，然后训练长辈的肌耐力。跳鼓阵爱对锣鼓声来跳舞，佮爱大家互相配合，改变队形。看到是真热烈，也真活泼古锥，是台南、高雄甲屏东地区真有代表性的传统阵头之一。筋骨比较活动比较好啊，然后阮这个大鼓的这个表演，咱讲个民间艺术啊，但是用它要戏团尔啊，无我们那跳大鼓也是一种运动啊。海滨社区招济时段同齐来练鼓阵，若是帮助因保持身体勇健，嘛会当来保留珍贵的传统民俗。记者综合报道。咱往来看婚姻关系内湖村的湿地井关怀站，遮有开真济课要来陪伴老大人。这站遮就带长辈时代甲庄头回收回来的蛤蟆壳，亲手改造做古锥的细项物啊，有影是好耍又搁顾环保。这坡鱼仔型各种的吊饰，遮拢是用无碍的蛤蟆壳做成的哦。老师教大家用蛤蟆壳发挥创意来做成古锥的物件。
那互是大人算较真介意，搁较有环保回收搁利用的意义。今仔日阮是利用迄个无路用的迄个蛤蟆壳吼，嘿，来互是大人吼做即个吊饰吼，互因做迄个鱼啊的造型啦，嘿，就是甲迄无路用的物件变成有路用、水水，搁大家介意的物件，所以因是毋捌做过即款物件，所以感觉足特别的，嘿，所以嘛足欢喜的。其实上伊有分倒边搁正边，你共一对大细粒无共款，所以共一组安尼合起来做起来，才会变大，较会水安尼嘿。这个手工艺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嘛需要有路的功夫，包括洗蛤蟆壳，也是连做一对，用一点一线天，嘛是可见是大人的手工技术。足欢喜的，足快乐的，大家安规矩啊，大家做吼，足好的，嘿，日子足好过。有好耍啊，今仔做鱼啊。做款卡算做咧做吼，足好耍的，足热烈的。是大人会当同齐斗阵耍，体验趣味的代志，也会当透过课程，互大家更加珍惜地球资源，达到环保教育的目的。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气温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3度到31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4度到30度，台南、高雄、屏东25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23度到28度，金马、澎湖21度到29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